现代单语版圣经启示录第20章。后来，我有看见一个天使对天顶落来，手提无底深坑的锁匙甲一条大条铁链。伊掠迄只恶龙，就是迄尾老蛇，是魔鬼，是撒旦，甲伊罚1000年。天使甲伊迄落无底深坑，然后甲无底深坑关抹，搁用印封起来，互伊袂当搁去迷惑列邦，一直到1000年满。这个期限过了，伊一定着暂时受透放。我有搁看见几若个宝座，一日宝座的有得到审判的权柄。我嘛有看见遐为着耶稣的见证，甲上帝的道，互人斩头的人的灵魂。这个人毋捌拜兽，嘛毋捌拜兽的像，因的头额也是手无接受兽的记号，因拢搁活，甲基督做伙统治1000年。所剩的死人到1000年满的时，才会搁活。这是头一遍的搁活。有份伫头一遍搁活的人真有福气，因是圣洁的人。第二遍的死无权通甲因管辖，因为做上帝甲基督的祭司，嘛为甲基督做伙统治1000年。1000年满的时，撒旦会受透放出家，因为出去迷惑地上四方的列邦，就是高极、甲马国，就是因去交战，因的数目亲像海沙遐尼多，因政军遍满全地，围困信徒的营，甲上帝所听的城。毋过有火对天降落，甲因烧灭。迄个迷惑因的魔鬼，受迄落火甲硫磺的湖。迄只兽甲迄个假先知已经伫遐，因为暝日受苦楚，永远袂停。后来，我有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甲坐伫迄顶面迄位。天甲地对伊的面前逃走，就无搁看见。我搁有看见死去的人，无论卑贱还是尊贵，拢徛伫宝座前，记录的册拢铁开。另外一本活命册嘛铁开。死去的人照因的行为，根据这个册所记载，受审判。海将伊内面的死人交出来，死亡甲阴府嘛将因内面的死人拢交出来。大人拢照家己的行为受审判。后来，死亡甲阴府受迄落火湖，这个火湖就是第二遍的死。名无记载伫活命册的人，拢受迄落火湖。